各位投資者，喺急速變化嘅商品市場，係咪有隻基建巨頭正展現難得嘅超賣機會？今日我哋聚焦1313HK，你知唔知佢嘅 RSI 指標已經跌到44.8，MACD 亦同步顯示買入機會。呢個係唔係一個難得嘅低級時機呢？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揭示一個被市場忽略嘅黃金機會。1313HK，華潤建材科技正發出強烈嘅超賣信號。佢嘅 RSI 指標只有44.8，明顯處於超賣區間，而 MACD 亦同步顯示買入機會。呢個係唔係一個難得嘅低級時機呢？更加引人注目嘅係，呢間公司嘅市淨率 PB 竟然低至0.26，呢個數字強烈暗示住佢嘅股價可能被嚴重低估，意味着你用極低嘅價格就可以買到佢紮實嘅資產。係咪一個難得嘅尋寶機會呢？華潤建材科技作為建築材料行業嘅巨頭，提供我哋日常基建不可或缺嘅水泥同混凝土。佢嘅市值高達約110億港元，扎根於基礎物料領域，係推動城市發展嘅重要力量。呢個行業嘅穩定性，為公司提供咗堅實嘅基礎。令人鼓舞嘅係，公司嘅現金流正在改善。最新數據顯示，佢嘅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高達4.39，意味住強勁嘅現金生成能力。同時，EBITDA 利潤率亦持續增長，顯示佢喺營運效率方面有所提升，為未來發展儲備能量。然而，投資者都需要留意潛在嘅風險。過去幾年，公司嘅收入 EBITDA 同淨利潤都出現負增長，每股盈利 EPS 亦持續下降，而且佢嘅實際年化回報率只有10%，遠低於預期嘅28%，顯示增長動力面臨挑戰。更令人擔憂嘅係，華潤建材科技過去一年喺市場同行業中都表現不佳，佢持續跑輸恒生指數，亦未能跟上基礎物料行業嘅步伐。呢種持續嘅疲軟表現，係投資者需要仔細評估嘅重要因素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